今日教大家整 Q 彈爽口又唔黐牙嘅班蘭椰汁千層糕，清香嘅班蘭味配上濃郁嘅椰漿，真係忍唔住一直食落去，一層一層分開食，亦都好好食。快啲同我喺屋企一齊整啦！首先準備5塊班蘭葉，再將班蘭葉剪碎，然後倒入攪拌機裏邊，再加入50毫升清水，開機攪拌，然後將佢過篩，加水直至得到70毫升嘅班蘭汁。準備李長和粘米粉，我哋需要2份嘅粘米粉，每份20克。再準備李長和木薯粉，我哋亦都需要2份嘅木薯粉，每份100克。班蘭汁裏邊加入椰漿同埋白砂糖，跟住攪拌均勻，再加入粘米粉同埋木薯粉，攪拌直到冇粉粒，最後過篩備用。白色粉漿都係咁樣做，清水裏面加入椰漿同埋白砂糖，再加入粘米粉同埋木薯粉，並且攪拌直到冇粉粒，最後過篩備用。然後喺容器上面搽上一層薄油，再放喺蒸架上面。記得落粉漿之前要攪一攪，先倒入1殼班蘭粉漿，然後冚蓋，用中大火煮4分鐘，開蓋，再倒入1殼椰汁粉漿，然後梅花間竹咁樣重複以上嘅步驟，直至用完所有嘅粉漿，倒入最後一層班蘭粉漿，然後蒸10分鐘至到完全熟透。蒸好之後攞出嚟，然後攤凍佢，攤凍之後按一下周圍脫模，最後就可以切件享用㗎喇。